之前有一套台语发音教材伫咧网络平台集资，因为是有声册设计，正适合予囡仔来学台语。就一寡大人是会晓讲台语，袂晓台文，唔知要为倒位学起。即摆就有老师呢，用一套基础教材加上这台语的发展历史，设计出大人的台语课。姨妈，若是偏转的 Q 口会变做姨妈。听老师念学台语的母音，也透过一套台语发音教材学台语将转的腔口差。这节课用简单的母语教材，予会晓讲台语但是拄接触台文的大人，一个入门学台文罗马字的管道。为我第二个囡仔，才开始讲台语，我感觉讲我家己想要教伊安怎读台语，爱写字才会使传落去，所以我就想要来上课。台语是为闽南语来的，闽南语伊伫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，伊有保留真侪古早音，保留一个古早音就会变做有鼻音甲文音。唔但爱学台语文安怎读、安怎写，也爱知影台语文的发展历史。这节台语课的讲师赖昭南认为，台语文发展的过程真重要，但是大家对这段历史拢较清楚。譬如讲文字的背景是啥物？是安怎咱会有台语的文字？是安怎咱爱学这个物件？我感觉这嘛是爱互大家去了解的。讲师也表示，学员对台语文的发展历史拢真好闲，而且经过解说，学员对台语的背景有了解，也愈有动力学台语文，对台语文的推广会当更加有利。记者龚林玉凯台北报道。